有风声讲哦，有高中在发青年学勤同意书，家长是烦恼讲，敢是咧动员参战呢？教育部长陈英耀今仔日立法院向家长会释咧，嘛强调讲，过去期哦，就拢会针对高中生来编组，风台地动的时来协助避难引导，绝对要袂互少年学生上战场。绿化关系紧张，高中接收到青年学勤同意书要分予学生。国民党的立委伫立法院教委会批评政府，引起家长惊吓，讲敢是要动员参战。这一次是国防部主动还是教育部？教育部是根据去年这一个的公文，然后这一个今年通知。所以今年是教育部主动函文的，跟国防部没有关系。去年是无关的，没有任何的一个状况。那为什么现在在做动员跟造册？现在在做造册？ 我想，我们过去跟委员报告，过去我们事实上就是由学校来自己做分组。教育部长陈英耀解释讲，较早高中级以上的学校是授权家己编组，不过为着要尊重学生的意愿，113年度才开始调查，予18岁以上家己做决定。安若要未满18岁，就需要家长签同意书，目的是为着做风台地动的时阵，学生会当协助避难、引导等等的勤务。属于我们行政上的疏失，内部我们会深切来检讨。然后，如果因此而造成这个家长的这个恐慌，我想我们也在这边致歉。但是，确实以这样一个办法，我们不会让年轻学子上战场。这份调查引起家长惊吓，陈英耀回释咧，讲袂互少年囡仔上战场。不过，咱台湾常常有地动做风台，学校的空间较宽，需要互学校真做支持规个社区甲风灾避难的地点。记者林晓慧、林志坚台北报道。